台南商店巴士原本就是行观光路线，要游客对不同视线的角度来欣赏台南的风情。这回市府观光旅局就以巴士为主角，大规模设计6大主题游艇，有18条路线，而且佮结合在地美食，有米其林必比登的店家，有5000间饭店的下午茶，以及游船加农村体验活动。要予游客全新的感受。不过，整个游艇或者盲盒，也就是事先拢唔知影详细游艇内容，可验游客对台南品牌信任。盲盒就是一个物件，你唔知，甲包做伙包装吼，然后卖什么？卖顾客的信任。我信任台南，我都无要看介绍啊！我讲的是来台南旅游这样的价值，我就来买这个游程了。对，买台南的品牌。那买品牌，相信台南。虽然局长讲游艇保密，只公布介绍，嘛强调先报名有优待，其中嘛保证物超所得。欢迎6月开始连续4个月来踅台南的山区海边。这些都是踩线团等级的，就是说我们把最好的呈现给你，那你来踩线，了解说各个路线，接下来你就会呼朋引伴来这个参与。那也感谢我们3位大使这个肉乳小纳豆还有 Johnny。其实各位在网络上也好，在平常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，有许许多多的网友是看到各位的一个品质保证所以说加上强联手，有各位的有好的产品，有好的城市，有好的这个引言人能够把我们台南市介绍给更多国内外的好朋友。相关旅游资讯将公布伫台南旅游网，欢迎大家密切注意，做伙来体验台南旅游新的生活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